西非國家奈及利亞中部一間大學禮拜有武裝分子衝入去校舍，造成上無13個人不幸死亡。也佇南美洲的阿根廷，是一個15歲少年人摕散大槍衝去學校亂彈，嘛造成一個13歲學生死亡，2人受傷。衝突現場留落來的是好燒甲臭火大的物件，還有落櫃塗骹的鞋仔。奈及利亞高關州一間大學禮拜暗時，互一陣身份不明的槍手撞入來，對民眾烏白彈。當地官員證實有10多個人死亡，也有真儕人重傷送病院。We are here in the evening, and unfortunately, wicked terrorists came and attacked our people, and then we have counted scores of people who are now dead. And then so many others are also in the hospital receiving treatment. 專家分析，因為氣候變遷和殘垣變少，這個衝突看起來是宗教的問題，不過實際上煞是無共族群之間針對農業甲畜牧業用地的生存問題。奈及利亞官方已經在案發地區實施48點鐘的宵禁，當地另外一間大學也趕緊取消考試。鏡頭轉來到南美洲阿根廷聖塔菲省一間校園，8日早起傳出一個敢若15歲的少年人夜衝入去校園，在教室的走廊烏白彈的代誌，讓一個13歲的學生掉槍死亡。Un adolescente de 15 años ingresa a la escuela con una escopeta, con una itaca. En principio, digo, hiere a 2 compañeros y muere y le da muerte a un joven, a un niño. 聖塔菲省長普拉羅去視察校園，甲受難家庭慰問，也宣布啟動刑事調查的程序，派專家進入校園，安打受到驚嚇的老師甲學生。公視新聞鄭偉林編譯。